下面这一章印光大师讲的话太重要了哈！印光大师他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的，他告诉我们这段很简短的话，但是很中肯又有力量，对你信心的建立关系重大。你看印光大师他说：“但持阿弥陀佛，但你你只要持，就是把它抓住啊，不要放啊！你只要念阿弥陀佛，万德洪名，万德一切功德的汇集，把它集中，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个名号里面，它具备所有一切。”知道吗？包山包海，包天包地，无穷无尽的功德都在这个名号里面。为什么？是阿弥陀佛所修持的。他为众生舍身舍命啊，修万善万行，累积的一切的功德就在这个名号里面。所以名号里面有万德，有无穷无尽的功德在这个里面。那么往生一世，我们希望能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一定要面见阿弥陀佛，能够花开见佛。你要往生这一件重大的事情，如抄左卷，就像我们到百货公司嘛，有时候我们寄放包包啊，我们就寄在柜台，他一定有一张单子给我，一张就贴在那上面，一张就给你，你拿了这一张好像收据啊，你来了对一下那个东西，他马上拿给你，就是如抄左卷，你拿到要往生西方的卷，那个票券乃千文万当啊，就是非常稳妥的，而且万无一失，万不漏一啊，10000个连一个都不会落掉，都不会丢掉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法门。什么叫做特别？就靠佛的力量，我们其他的任何法门都是要靠自力，唯独只有念佛是靠他力。什么他力？就是阿弥陀佛修好的功德，放在这个名号里面，无条件就布施给你。你只要一念佛，他的功德就在你的身上自然的产生，你就具备有无量的功德，你往生的资粮就全部齐全了，全部具备了，是个非常特别的法门，也叫做安乐法门。如人习射，以地为地啊，挖无不中。就像我们要射箭啊，那你射箭一定有个目标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目标在哪里？以地为你的目标，整个大地就是你要射的位置，你要射的中心就在这个地上面。那你随便哪一个，随便丢，都绝对是挖无不中。你只要射出去，绝对中的，绝对不会有闪失，绝对不会有差错，一定中你的目标。所以就像我们要去西方，就是这么好像抄左卷一样，稳稳当当的，万无一失，绝对安安心心的，很逍遥自在的就到了西方净土。各位，所以心里面非常安稳。印光大师这么清楚告诉我们，原来念佛是靠佛的力量，我们绝对能够了脱生死，你知道吗？离开6道轮回，发愿往生西方，能够面见阿弥陀佛。各位，你们听明白没有？今天这一章要清楚的来介绍给大家明白。好，阿弥陀佛。